10年樹木，百年樹人。喺40幾年前，旅港三水同鄉會，我哋個會係需要參與一啲教育活動，為未來我哋嘅香港小朋友可以係為社會服務，係建設國家。好多謝呢40年嚟每一位老師辛苦嘅付出，仲有學生嘅努力同成長，就因為大家一直嘅堅持，先令到禤景榮學校有今日咁引以為傲嘅成績。喺呢個40年嚟咧，禤景榮學校同三水同鄉會咧，同埋成個社區咧，都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見證咗一代又一代嘅學生嘅健康成長。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40年嚟，由細細間嘅校舍發展到而家咁大嘅規模，真係睇得出教育嘅力量係有幾大。我哋禤景榮學校呢幾十年嚟都發展咗好多好獨特嘅學校文化同教學特色，亦都拎咗好多獎添。禤景榮學校一直堅持住學生先行嘅教育理念，好重視教導學生點樣去做人。40年嚟呢個精神從來都冇變過，而且繼續指引住我哋向前行。